今日入到嚟屯門咧，就帶大家睇一個咧近住屯門碼頭嘅新盤雙魚。呢個雙魚嘅新盤咧，喺湖安街8號，屬於一座咧單棟式嘅物業。成座樓咧大約有25層。嗱，見到佢啦，都起到7至8成。預計咧喺2018年嘅年中咧就入伙啦。嗱，佢主要嘅大門入口位咧，雖然係開緊呢條唔算好旺嘅湖安街嗰邊，但係樓上嘅單位主要嘅坐向同景觀咧，其實同樓下大門入口係唔同㗎，係以向住湖安街、望住蝴蝶村同埋湖景村嗰一邊為主啊。另外一邊嘅單位咧，主要嘅坐向同埋景觀咧，就係以望住屯門避風塘海景嗰邊為主啦。不過咧，由於座樓嘅外形偏向咧有少少曲斜形咁嘅設計啊，所以向避風塘海景嗰邊嘅單位咧，其實亦都涉及咗有2個唔同嘅坐向線道。但係咧，我哋留翻一陣再分析過啦。嗱，到目前為止咧，我哋睇過好多個樓盤嘅風水啦。其實睇風水咧，同睇人差唔多嘅啫。無論一個人同一個物業，點都唔可能會冇缺點㗎。今次咧，我哋先講下呢個樓盤嘅缺點先。嗱，雙魚向住湖康街嗰邊，即係一路之隔嘅正對面呢度啊，有我哋咧喺風水上成日都講嘅煞氣嘅建築物啦。呢個咧就係青山警署啦。警署咧喺古時咧又稱之為衙門啊，衙門咧通常都帶有煞氣噶。嗱，原因咧都係因為佢涉及咗裏面嗰啲刑具啦、武器啦，同埋裏面產生出嚟嗰啲戾氣啊。嗱，另外啦，貼住大廈範圍隔離嘅正北位嗰邊咧，又有一座中電嘅變電站喺度，而且嘅距離咧都算好近下。喺五行學上嚟講咧，變電站係帶有火氣噶，佢同一啲咧我哋成日喺郊區見到嘅電塔所產生出嚟嘅煞氣差唔多。其實喺風水上嚟講，我哋係唔中意附近有呢啲咁嘅景物喺度，所以咧第時入伙之後都係要做翻啲針對性嘅佈局去化減佢啦。另外，我又喺地理位置上分析下佢啦。嗱，雙魚所在嗰個地段咧，以吸納水氣嗰邊為向啊，以望住遠處山景嗰邊咧就為坐，而背靠呢邊咧就係立住呢座青山嘅來龍嘅氣啦。嗱，青山咧就唔係一座翠綠嘅山嚟噶，喺龍形上，亦即係山嘅形態上，亦都係屬於岩岩巉巉，冇乜生氣同埋冇乜生機嘅石頭山啊。風水學咧成日都講山就管人丁，但係如果山形唔靚，尤其係帶有亂石啦，同埋寸草不生嘅山咧，其實係好難喺風水上起到護人丁嘅作用噶。所以咧都係屬於巒頭上扣分嘅部分。好啦，講完缺點，公平啲都講下個優點啦。頭先講過咧，由於雙魚成座樓嘅外形偏向咧有少少曲斜形咁嘅設計啊，所以向住避風塘海景嗰邊嘅單位咧，其實亦都涉及咗有2個唔同嘅坐向線道，包括向東北同埋向正東嗰邊為主啊。呢兩邊嘅景觀咧，其實都好開揚噶，而且佢同避風塘之間咧，亦都隔住咗有個網球場啦、草地滾球場啦，同埋近海邊一座唔高嘅綜合大樓。呢啲全部嘅景物咧，形態上都冇乜煞氣，相反咧，仲可以做到聚氣嘅效果。對於雙魚嚟講咧，算係一個唔錯嘅內明堂。另外啦，內明堂之外咧，又有一個可以聚到真水同埋貨船嘅外明堂，亦即係呢個避風塘啦。嗱，風水有個口訣講啊，明堂容萬馬，富貴傳天下。一個靚嘅明堂咧，其實對聚財氣呢樣嘢有一個好重要嘅幫助噶。嗱，至於呢個曲斜形嘅外形，其實亦都變相造成咗左同右兩邊望海嘅單位喺線道上會有唔同。我用羅間實地嘅量度過咧，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，就係以圖中嘅右邊望正東嘅單位嘅線道，同埋呢個避風塘咧較為配合啦，可以對整體嘅運勢，包括咗財運嘅發揮咧，有更強嘅幫助啦。